台电总经理王耀典今早起呢，亲身去到桃园区营业处推动专案巡检，希望会当降低这桃园地区失电的事故。想未到罗德区伫下晡点半呢，搁再失电，影响到11000多户。也那这龙潭是说咧出问题，有2300多户享用无电。桃园半个月以来，停电已经有到20届，引起大家关注。台电总经理王耀庭初时早起去台电桃园区营业处，宣布会推动专案巡检计划，全力加强检视线路、加重点设备，而且启动下区支援的计划。这一次启动这个专案计划呢，是预计这4个区处的40位同仁在桃园地区支援1个月。好，那1个月之后呢，我们看看这个工作的状况，有需要的话，我们会在视需要再做一些延长的工作。台电按算为新北、新竹、甲苗栗等等的所在，拢总4个区处调派区处人力支援，拢总投入180个人。想未到罗德下晡点半的时阵，佫传出大停电，包括营盘里、外窑里拢传出有失电，影响11545户。69 kV 的输电线，那它是遭民间的升空车碰触，造成整个线路的断裂，停了大概11545户，那在14点22分全数复电。今天的事情来看，应该算是一个偶发事件。不过，针对最近的这个新闻事件来讲，我觉得可能台电跟相关的部门还是要去关注到我们相关的一些平民老百姓的权利。不过，罗德才打恢复供电，所来龙潭嘛传出失电的消息，有2389户向停电。台电解释讲是因为开关故障，已经派人去修理。也若找人下晡，桃园市的大园甲罗德嘛因为航空城通报商施工，甲电管有长期地区停电，影响257户。民众讲，迄当阵听到一声真大声，是惊一跳。昨天他就4点半的时候就嘣一声很大声呐，我们就出来看，以为是那个车祸啊，结果说。要求他那个工程车那个载东西来出去的时候勾到那个电线，我们就是都没电啊，大家都没电也没网络。桃园这个月停了10几20次的电，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太多了？如果说了当然啦，会影响很多。为着避免搁停电，台电桃园区营业处找了暗时嘛顺时配电的设备、按各种的指示器，也有确认供电设备按挂线检测。台电强调讲，每半年拢会检查运转设备一届。记者综合报道。